后来有这个空中小姐每年的爱心月帖出炉了，这个甲12位的艺术家来合作，这个月帖唔那真水，嘛充满创意。 含优画家做伙行起真快草步，含国宝蜡像艺术家做伙记录历史人物，或者是含世界气球冠军穿特别的比基尼。空气爱心年历经过12天，但你拢有新变化。2023年要带大家看美女，搁要看艺术。借了一件比基尼，然后沿着它的那个形状去做出用气球编织的版本的比基尼，然后后来有去试戴，可以戴得上。 第一次穿就是气球的比基尼，蛮新奇的，不一样的体验。会怕会不会就是破在身上这样？对空间艺术、雕塑创作到大型表卖，加上空气真甜的笑容，掀开年历，就是你对所看到的到心内拢有好心情。今年册批嘛邀请应付空气，互你买当有好运。 就是刚满3个多月，所以就是还是会有那个孕吐的反应，然后去吐，然后就回来继续拍这样。这11年来，其实我们的实际捐款有超过了800万。那我们希望在解封的时候，刚好遇到我们年历的推出，那希望这样子美的事物可以让大家更有愉悦的心情。 林家峰是年历发行创办人，嘛是伫线上背空子，嘛是这12年以来，逐年翕相摄影的摄影师。这摆总数嘛家己扛入去。今年年历照管咧，大本会捐100块予公益团体，会全部帮助红棒杀或者是领养偏向需要医疗的囡仔。2023空姐爱心年历12周年，耶！邀请大家做伙来做公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